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范收看福喜来，我阿明姑刘浩明。你今日有想到我係對來自我哋台南嘅兩姊妹吼，媽媽係算是講我哋南西安嘅客家人，但是爸爸係來自我哋嘅花蓮，但是講我海了。但是一定睇家庭地位，如果教也冇係講客家。我哋今日有想到來到我哋嘅節目，係因為一定嘛，同時係我哋嘅台南嘅模範嘅客語家庭，我哋馬上幫今日來賓，我哋來自屏東聯絡嘅陳麗萍來到現場，麗萍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台南嘅屏東聯絡妹陳麗萍。同時也要18歲妹，我哋嘅彭云儀嘛來到我哋現場，云儀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云儀，今年18歲。今日佢分享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因為其實我哋看到兩姊妹吼，講客話講我按嚟立亂，按嚟講流嘅，真的是已經冇幾多啦吼。但是一開始係咪想同我哋觀眾朋友先了解一下？麗萍，你係來自屏東聯絡嘅哪啊？我係來自屏東聯絡嘅客家妹，係唔過我而家係喺台南。嗰時唔記時節係萬世都睇聯絡台，係來能曬去台南，還是講去直接加去台南？冇我。其實我國中嘅時節啦，我一直以來都係睇屏東聯絡。我國中嘅時節去到高雄讀書，到我讀大學嘅時節，我能去到台南。去到台南之後，我就睇嘅買屋啊、結婚啊、供子安尼。嗰時等於我就是我哋早期啦，早期真係都睇聯絡台，但是我讀書、我工作嗰時都曬到其他地方去。但是我貴貼都想問啊，因為其實台南講客話嘅人冇咁多，但是你有冇客話怎麼辦好呢？其實我真是到台南嘅之後，因為台南大家人都講河洛話，我真是嘛唔曉得講嘅，因為環境嘅問題，大家都講河洛，我就愛聽到大家講河洛，也嘛係因為佢啦，因為我冇嘢，要堅持講可能愛去行客家路，我就聽到伊講較學。學嘅，我咪認真嚟，我嘅客家話。真是，因為我從我哋亞視台，其實幾多人都講，萬世嘅客家狀態其實談嘅是客，但是都唔想講。其實我哋萬世是還是因為講客話一件事情，講客話一件事情，係個幾艱澀嘅事情。嗰時其實我哋多少嘅成長嘅過程地位，其實我哋講客話嘅嗰種想法被壓抑住。嗰種同都係講，因為冇嘅關係，冇嘅經驗，那18歲嘛，係冇錯。同我哋觀眾朋友了解一下你嘅一個平常嘅一個成長過程，好嗎？我係3歲以前係睇屏東聯絡，嘅我睇3歲之後，我媽媽就接我過去台南嘅嘛。不過台南講嘅都係河洛話，我都談唔識嘛，佢都談唔識就唔曉講。但是我問一下，因為你3歲時間讓曬去台南吼。你3歲時節對聯絡有印象？其實有嘅，因為我還有個弟弟，我同佢傾下偈啊，我還記得我細個時節接從腳伴阿婆腳，換阿婆腳啦。嗰時候我同弟弟傾下偈嘛，我還有記得有一擺我用門啊嘅，唔係鐵門嘛，喺鄉下都係鐵門嘛，我就用鐵門夾佢就用茶門夾我，就本小阿姨嘛，我就印象深深。我偷偷話，咱上講奇怪的細妹，我冇阿婆腳咯，伊喺度講下我都知啊。哪個鐵門你夾也弟弟都係我冇阿婆腳哈，但是至少你弟講其實喺鄉下生活過快樂哈，係有啲弟弟好翕，有啲阿婆好吵。嗰種其實我想，因為從我感覺到講吼。人強人啊，尤其係18歲人、20歲，客話講我按好嘅嗬，我聽你都想講阿婆學嘅嗬，因為阿婆嗬唔多會講華語，嗰時我講客話，尤其係常會照顧伊啊，嗰時其實客話叫我聽我妹嗬會講，但是有人冇講阿妹，所以我萬歲本阿婆學態咯。因為我嘅時節到台南嘅嘛，為了生活。冇法度，嗰時候講係冇辦法顧忌啦，冇辦法顧忌。阿婆嘛嗰人強阿婆嗰時節嘛很聽書，就講生日嘅叫嘅，你就帶過來我同吐，我咪千金搶我阿妹，我佢同佢吐一個生日咧，
變成講啊，伊嘛做得可以學到客家話。冇唔錯，同埋你咧客話，係我咧客話。好彩我哋咧阿婆吼，真係用客話來學嚟，呢個學我哋咧語言啦吼。嗰時真係我比咧，我就同我講啊，其實吼，我哋講華語本來係學教我教嘛。但是我意思上我一個問題嚟講，像你這個到台南嘅時候，你這個講嘛，你這個唔會講河洛嘛，湯是河洛嘛，哈。糖嘅事，糖嘅事，呀，糖嘅事，唔過這個時間滿是湯子啦。但是其他都變成講，你這個喺成創嘅歌唱地位，其實你嘅同學應該唔會講客話吧？係冇錯。好，因為其實台南算是河洛話還是講過多，可是有人談到唔講客話，網絡講有朋友談到唔講客話，我感覺到怪怪。冇啊，其實我未感覺到，我以前啊未感覺到講客話真減少。我要知道，哎呀，阿妹冇同我講客話，你真係同我講英文，真係同我講華語，冇同我講客話，你真減少。啊，睇宿舍，我同阿妹打電話嘅時間，阿爸阿妹有上司就會要求我愛講客家話，我就會。深呼吸，係深呼吸。唔過我係係會講，唔過同學嘅宿舍地位嘅朋友就會講，唔過嘛嘅語言啊啱奇怪。我就講我講客家話冇我教唔啱咧，我就會教佢佢哋講姜椒，因為 L 嘅音千難發音，佢哋會講姜椒，姜椒。還有一個張來了，啷來了，佢哋就會講啷來了。係哦，現在哦，我冇想到好高呢吼，咁幾時樣啦？嗰時就就一定會發本意能爭，就會啷來了，啷來了安尼。可是等於你講，我用主動出擊，去化解這個尷尬。好，因為有時候感覺到佢尷尬嘅事情，我都講啊，剛剛都冇講啊，我害怕都唔睇你哋咧面前講一件事情，但是你多想法，你如果剛剛講哪，哦，頭拿毛。哦，頭拿姜椒，哦，因為真是，其實我喺度發現到啦，吼，嗰種唔知個唔係萬世會講客話語嘅拗嘅陣時候，真係講唔出來。唔單止講係好容易哦，因為其實將我哋有啲位朋友係萬世可能唔係睇，而係行年代，我而家談嘅是客，但是可能萬世唔係睇客狀態，嗰時嗰時講嘅時啫，而喺度唔可以講咧，而係喺同我講頭拿毛呢，係啊，香港都講唔出咁多。你這個喺是老百姓，我唔會講我講啊，一般些都唔多好講，嗰時變成以太呀吼，再講過來吼，你真係都拗唔過來，吼，你嘅頭拿毛都真係，你行嘢都講頭拿毛行嘢，都明白講，你講，我能講客語冇切嘅嘅行嘢咯，但是你這個會主動出擊啊，講一件事情係冇簡單嘅，咁香港你這個要參加比賽嘛？嘿，這個係主動去要求比賽哈？其實唔係，我一開始先排斥，我就同阿妹講，哦，我唔會比賽，做乜嘅比賽？我做得比過你啊，我英文沒講到清楚啊，做乜嘅一定會行語啊呢？阿妹就講啊，行語係我爸爸媽媽嘅母語啦，我就講，嗰種係好，我從細到大咪係講客家話啊，河洛話又唔要講，就去比客家語嘅比賽。唔過我一開始係比朗讀比賽，我各位評判欣賞之後，唔係愛拿歌嘅嘛，我歌係愛用拿。多帶到顏面。係冇錯，有一擺聽我6年生嘅時節吧，國小6年生嘅時節，阿妹就同我講，也係國小最尾擺嘅，愛比演講比賽困難冇，我就講，嗰種好，我要按好同阿妹操詞，要按好講法，面部表情要按到。哦，一聽愛嘅，我按下表演，我就去比演講比賽，過來就得到第1名咧，就真歡喜。但是我遇到問題嚟講，因為其實可能要朗讀，因為朗讀對嚟講要大學幾好基礎嘛，吼，喺度去演講，因為演講真係都出來，人家發言愛過準，吼，雅思愛過準以外，其實人家要一啲算是書啦，吼，表情啊，其實當然愛過多啲。但是問題係講，幾時嘅你這個學校有線上教哈？喺台南有線上教冇？幾時嘅我喺台南有線上教，係冇錯，不過我係就冇乜嘅想去學噶，因為朗讀真是真難，我發音愛清標準。清標準，一啲思路我嗌到佢清楚啦，係。就係啥，古時候我就冇法度，過來就係
同阿妹讲法啊，同阿婆讲法啊，虽然无标准，不过我讲会出来安尼，我知道安尼就好诶。安尼其實個重要啦，因為其實唔係講美的人，比如話學英文啊，你咪美嘅英文演講，其實真係個溝通嘅時間都其實算幾好嘅。但是像頭頭話哋睇嘅語言嘅一啲講法地方嗬，我哋看到一啲角色，睇係會看到都阿妹，因為阿妹嘅天花地方可以講客話，嚇阿妹希望伊去講客話。去做做演講嘛嗬，長輩係阿妹，都嘛我認為講客話呢件事情係幾重要嘅。其實我同先生兩個人，其實我先生嘛係客家人啦。我哋喺度卡就係義工，我講西安義工去了。啊，冇我哋兩個人公司採訪，我哋去做些學識透露之後，親手嚟講，好過來嘅時間我哋就會想啊，我哋喺度卡會講呢，咁係咪我哋按嚴重我哋嘅客家話？其實我感覺就同我先生兩個人就參想啦，嘛有人哋公司啦，同人家會講哦，啊嫁嘅嘛嫁老公唔可以嫁客家人，拖家嘅要拖客家人。啊，不過我感覺講我嫁到一個客家人，真幸福啊！我哋有共同嘅目標啊，我哋就想講生意要來學客話。啊，嗰時我就鼓勵佢，啊，其實佢真好表演啊，他表演欲很強。啊，就想講，咁拄好有安尼機會，那啊台南咩親少有講客話嘅，係咪就係一個好機會？啊，慢慢地就公司採訪就推佢，好送佢你開啦，安尼啦，好啊送佢下去之後，變成講啊，我咪慢慢地學到客家話嚟呢，係啊，咪係嚴重嘅客話。嗰時變成如何的爸爸媽媽幾有錢，然後細年呢嘛幾有錢學習，嗰時變成我哋願意已經可以講安好嘅客家話。休息下我哋下一段節目咪嗰度講精彩嘅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來自我哋台南嘅陳麗萍，係用我哋彭元儀來到現場，同你分享講伊哋學客話嘅過程。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其實都有講到講嘢先生係去到強嘛嗬，按這個西安強，咁兩個人最嘛用乜強去搞生意咧？我嘛係講我嘅南西安強，伊嘛係講伊也去到強，安尼其實彼此不干涉，冇干涉安尼。啊，生意呢又會談，伊嘛會講，去了嘛會講南西安。係。咁原因咯，最晚這個幾天，因為西海強嘅。人人都講係海鮮啦，海鮮強，我要學到嘅。唔過我係因為爸爸比較兇啦，因為爸爸應該唔會看節目啦。一天會看，唔怕。爸爸比較兇啦，就請講伊啊，唔想去比較啦，非常用啦，那就想去幫媽媽搞。我相信爸爸談到以後，如果想我對聽一開始啊，都不滿意，是可能我回心轉意啦，學我哋開了強嘛。因為其實我感覺到講，譬如講有安尼兩個強嘅環境啦，嗬，其實係啲幾難得咧。我等於講，一下可以談到標準嘅南西安強，然後同時嘛可以談到標準嘅開了強，嗰時。等下一擺嘅考試嘅考係，我哋啲西安全部考係以後嗬，嚟挑戰考開了強。我未知道清楚，因為我睇員工嘅時間啦，我有培訓嘛，係那係呢邊嘅台南代表，你就會去全國賽嘛，全國賽冇唔錯嘛，嘅就會有培訓，今年就講開了強，我就知道清楚，但因為西安強同南西安強係。各位評判欣賞，唔過去到強係各位評判欣賞就知道千位千好談。因為我哋西安強嘅體制都講一路一大啦，我哋嚴全部都大下，啊一定咧嚴都同我哋相反，我哋大因為呢方如果係一定過癮，嗰種唔會談到我哋票上嘢我冇咁錯嗬，嗰種都等於我一定咧嚴可能嗰種誒個一樣都做個過一些係，咁我哋都佢道路大嚴安尼下意。佢想我問下麗萍，即係喺台南啊，因為即係咁講，其實台南咧好容易過到，咁唔知係可以參加呢啲客家法通
哦，我客家所有的法通吼，我同我先生2个人嘛，我就太人生自然啊，全部规家人都会去参加，系所有台南假使有任何的法通，我哋都一定會太人生自講母雞帶小雞，哦，全部都帶過去啦，安尼。那你知道，你而家講到母雞帶小雞，太人生子嘅成個老上門呢，你係咪幾多時間喺邊嘅辦過嘢？係出係啥？你講緊係先生我都同我啲朋友去攏街，有冇同埋帶去？那怎麼辦？我其實就冇乜嘅想去啦，因為我吃到啦，親冇乜嘅啊，就親無聊啦。唔過我媽媽就同我講，也喺比演講比賽，跟住做嚟大學一時，我就講哦，好，hi。佢怪摸嘅呢嗬，因為有時18歲叛逆期嘅呀，嗬，我喺度我都去攏街哦，我都去讀書哦，我都冇同去嘅哦，咁都蠻帶水嘅。其實伊天天咧有感受到嗰種認同感啦，對客家認同感啦，係啊，所以就會同人哋講下去，安尼。一部分即上門有安尼嘅時間冇，對客家嘅認同感。世界時間完全冇，不過也係睇嘅，就會有，因為我世界時間會知道講，我做乜叫我講客話嘛，就會冇一個尊榮感，就感覺到我做乜叫我講客家話。我知道冇乜嘅啊，就係個客家話，我學咧又做唔得做乜嘅，我學英文係做嚟去國外留學安尼，故所我世界時間冇一個認同感啦。不過我睇嘅時間我會知道，也真是係爸爸媽媽嘅營養啊，也真是係我學嘅語言，就係安尼。但是我上門咧講，嗰種認同感嘅一種來源係嘛？唔認同某個東西，認同講唔係啲行業嗰種嚟講客話，還是講認同也為文化規講嗰種願意學客話。我係知道，因為爸爸媽媽嗰種愛學客話，不過我未知道客家嘅文化，唱八音啊、夜調啊、咩千號堂啊，我就有一個認同感。嗰時等於講也係唔開始去接對爸爸媽媽開始教，然後接觸到我哋嘅朗讀、演講以後，慢慢地接觸到客家文化，然後因為講其實嘛算是一個貴講嘅文化，嗰時唔開始變成即個我認同講唔願意嚟講客話一件事情係咪？冇錯。因為其實做埋人問，因為講我哋而家最大嘅問題都講從原意安尼嘅年紀嘅生意嚟都唔想講。嘛唔想學，學嗰時都係會想我講，都係樣嘅去同一度聲音嘅去了解講，其實客家文化、客家話一件事情，其實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傳承啦。唔單止講係因為爸爸媽媽係講客話係客人嗰種話應該如係，其實一樣嘅表現。打從心底部去認同自家也講一件話一件事情，其實我相信他個人類啲潛入嘅一啲功課啦。所以自家嘛可以參加啊，等你講學成講人嘛嗬。當初我去參加也發通咯。好，我其實吼就想講啊，還是用以身作則啦吼。我想講，我嘛有安尼機會來參加安尼法通，我嘛帶動安尼每日向佢行一條客家路，希望講伊可以感受到講啊，安尼客家人都親切，客家人都親好，慢慢地俾感受到一個環境，一個人情，所以然後慢慢地，感覺講啊，客家一條路，又會親有認同。你咪同我講咗成功嘅客講客成功人，而係工作係乜嘢？場所，去場所，去街頭去場所，見到公共場所地方去同大家講客話，去同大家介紹講啊客家話一件事情。但是問題係個喺台南，唔好前面講，那有啲場所可以講客話嗎？因為我本身更加係行業教師啦，我要去學校嘅教學，我就睇學校，我就同學校嘅申請，講啊，我可以去學校嘅。同冇學過客話嘅生意嚟先講，客話係乜嘅東西？但係如果你用人嘅一個工作嘅一個關係，把也要影響你，其實佢應該講影響我個導演啊。佢原因咯，我之前即個咪要參加一法通嘛。當初我之前有冇媽媽幫你去？係冇錯。好啦，跟住即個幫你去以後，你即個感覺到冇？因為我如果去幼兒園啊，搞生意啊，我就知道生意嘅清等陣啊，很可愛啊，我就知道哦，安等一下個，我就
投入的也个成功也个工作嘛，唔是就是一个热忱呐。啊，妈妈要亲支持我，那就知道安尼要亲好高啊。幼儿园嘅小朋友们会帮助我嘅叔讲，姐姐你好漂亮哦，我就知道亲欢喜。我发现到讲，我哋当初在推广我哋客家文化时，伊哋太问题。我哋海报就安尼声音嘅，安尼讲声模样，对冇？伊讲乜嘅吼？马格鲁讲好，生意人马格鲁讲好，错冇？都挺努力嘅哟，真是。真是。太罗比都那么很错，我哋那阿伯伊讲冇嘢答上啦。那个生意啊讲声模伊讲，唔讲佢生意咧嘛好啦，好，真的都南顿。讲嘛好好，你一句我一句都没有关系。好，不是等于你讲，你其实睇个幼儿园，你嘛用客话去代表的去，至少对外这个块是谈讲，台湾出啊，等你方言语我其实我哋客话哦，还有河洛话哦，嗰种无同我嘅语啊，咁而家线上大部分讲嘅係客话一件事情，其實印象幾好呢。哦，線上按講，你講乜都好。但是我想請問一件事情，你講，像你這個本身在做我哋咧講客成功人以前有培訓冇？有，嘅客 VV 有開嘅培訓嘅活動係課程。嘅培訓嘅活動嘅課程係睇樣嘅內容係乜嘅？就是呢，差不多其實我哋經過重重的考驗呢。我哋要先面試，報名之後要面試，面試之後要來堂課，堂課之後還要到最尾還要上台演講，演示，講下我哋怎樣嘅去演講一項一件事情。你話面試哦，你只要講台南市每個客發時我就數得出來啊，一隻數字數得出來話同埋面試。係，嗰時等於講其實，等於我也發動其實幾種嘢去呈現嘛。可是等於你講，我愛日的地方嘢，我至少我要先到一啲，然後講啊，你至少發嗰張啦，講發我嗰張，因為後來你真係愛去宣講啊嘛，同等於講客家做宣傳，咁一部分培訓一部分有乜嘅想法冇？我其實就是睇培訓啊，有一個就媽媽講最尾嘅乜嘅面試，有場面試啊，評審現場就坐喺前面，唔講唔睇宣講嘅時間。就會同演講嘅時間冇共用，唔講我就有一個職業病，就會講各位評判現場睇個唔錯個，安尼唔錯個，喺我結束嘅時間就會講多謝大家能來了就喏乖乖。好啊，呢度係了唔錯，唔會啦，能來了嘛可以啦，只是講你知道要附上地址嚇，那可以能來了。但是你這個嘅時間一面試冇錯睇嘅你講。我如果18歲，咪全部都變係個要啊嘛，冇翻係到最好嘅，係喺邊度嚟講？我嘅時間我從16歲、16歲哦。嗰時你講，我16歲，我16歲我講客，唔係先牙先買。嗰時參加一位啲算是成功人啦，對你來講有乜嘅責任感？我知道就係推廣客家話，同樣嘅客家話傳承下去安尼。嗰時談到伊啲18歲願意講到一句話，他講我感覺到講真是我哋客家傳承，真是有啲未來嘅。尤其下我看到這網嘅人話嗰度好精彩故事哦。放下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來自我哋台南嘅陳麗萍，還有彭元儀來到個現場同分享講，伊哋很用去推廣我哋客家話。我想問下，因為其實你哋嘛喺台南嘅我哋模範行業家庭嘛嗬，我想問下麗萍，也按樣嘅標準能可以得到一種啊？其實伊就係規定講啊，家庭有19歲以下，要通過中級認證嘅就可以去做申請，好要普遍嘅。話普遍嘅嚇，19歲以下，嗰時願意18歲嘅，我當隨人嚇。我唔錯，唔講我總體認證係嗰種15歲吧，15歲通過嘅。但是要總級認證哦，還是講成人呢，還是爸爸媽媽都愛？
伊咱讲啊，家庭当中有一个有一個就可以嘅，就可以申請。有同講話。哦，有嗌當然同個總高級啦。好，故意講個按世上啦，好，如果畢業大家總級啦，哈，咁有想過考總高級嗎？我想要考高級安尼。如直接超越他這種，其實高級冇咁簡單咯。啱啲。其實冇咁簡單，因為其實去年嘅高級嘛，人五個去考，五個考到嘅啦，其實全部加起來差唔多嘛冇30蚊呢。好，但是我以為有目標規劃，因為其實高級愛要求真係講法規溜，真係可以馬上針對問題講出規講嘅下法。但是我見面現場我問講，其實我有幾多個問題，其實出咗問題嘅時間，真係回答不規好。多謝。真係有高級嘅一個潛力啦，哈。嗰時等於講有一啲模範嘅學業家庭地位出位，講有19歲以下，同時要有個總級以外，然後拍片嘅，拍乜個片嘅啊？哦，就可以錄下公花片嘅，講學花片嘅，我哋可以錄下時間，很容易用學業交流。就係爸爸講去了，媽媽講西安啲耶穌歌嘅嘛。有，我知，嘿，我神法就係安嘅。都安嘅，但是問題係，一地方有，因為其實講唔單止講北西安、南西安啦，哈，去了個泳池有啲東西冇共用嘅，咁有發生過神奇嘅事情嗎？哦，有一擺就我老公啦，同我過去嘅屏東嘅時間，都和我爸去鹽田鄉都顧啦，都冇水啦，我老公啊，伊真好心。伊就我爸講啊，爸，侬去趟下水喏。我爸爸就趟到，就想講啊，哎喲，一個細路我喺我去趟下水喏。我老公啊，一次就想講我冇講唔錯。最明就同我爸解釋講啊，爸伊冇配的意思啊，其實南西安講嘅趟下哦，係拜祖先嘅地方。忙嘅時間，我去啦。過生嘅時間，我去趟下水啦。唔過因嘅北埔下冇法就變成講去了因嘅路講趟下啦。伊冇配的意思，唔過變成講老人家趟到講啊，哎喲，伊係向藝試係在做乜嘅？趟空了都唔到，嗰個真係已經係細浪啦嚇，咁都話係在草嗰陣啦嚇，佢手把都接受嘢。可能要腳出去嘅，嗬，係一般冇來嘅呢。我唔錯，真係都兩個地方泳池嘅問題，其實係嗰度嘅。應該係嗰度嘅個有啊，我哋其實神法當中啊，有發生千多千神奇嘅事情啊。聽你講得講一講。咁還有一個嗬，有啲就會捱過去花蓮，嗬，因為呢去了下公司採訪，南西安真是一趟去了清少。嗬，有啲真是南西安真是冇談過，像我阿爸阿妹，因呢真是清純嘅南西安，講起去了啊，嗬，因呢會想講啊，因呢真是完全談唔實。啊，有一班捱過去花蓮嘅時節，啊，有人來請我加乾嘛。伊就講，阿爸有菜麼？嚇，我就想講啊，我愛回答有菜還係冇菜，因為我哋南西安咧有菜冇菜，就係有果神還是冇果神？晚上冇啦，係啊！我到底要講啊有菜呢，還係冇菜？我其實我真是講唔出來。啊，伊就一問我就唔知按樣嘅回答佢，我就用法語回答。係啊，因為是。我講講，唔單止講係，雖然講同強啊西安啦，泳池也部分啦，都真係都冇強用。所以有一班人去旅行啦，多我哋旅行團嘛，啊有一程度都係北埔行、北西安，啊平常人其實講法都幾好哦。啊有邊邊係強下嘅家屬出去聊嘛，我都講，你真係家屬，個感情幾好，都唔會吵事。你都講嚇？我想講唔錯，人家，人家，好一個係啦，你突然嘗試，我那反正講你真是連吵事這件事情你都冇唔啲。可是從頭到媽媽有講到講，從我媽媽伊都湯唔嘛，佢都講去了湯唔，好，伊都講北埔強，好北埔強，雙倍強，啊講唔咩呢？又係太埔強呢？啊雙倍強。反正全部談唔實嘅，全部雙倍強啦，又冇好同分乜個太埔強啊、周安啊、油片啊，全部唔咩非我族類，全部雙倍強。好，嗰時真正我話上到講，其實當初我哋錄對嘅地方，因為他個人講南西人講嘅佢熟，嗰時真係一下談唔實強，容易咪講啊，可能係雙倍使下來啦嚇。咁唔知㗎，唔知㗎，有想過講出嚟靠西安來靠海陸來靠看看。
肉，鬼好我其實有通過嘅許多嘅初級認證，不過中期嘅話，我愛同爸爸學先，我會上課啦。談到啊，嚇，喺個鬼團也先生講，脾氣也變過帶孩子。冇啦，阿爸較嚴格啦。我認，因為其實我希望講真係講法都講到好。但是有啲問題問，佢仲講見面人好，有啲人好同講，譬如講而家在講客話嘅時候，講一句客話都同修正一下，講一句客話都同修正一下。唔好好人，還是講唔好係吃人嚟講好講準講唔準都唔怕，唔好先也還是先醫啊。因為我係陽光比賽不注重發音呐。其實我係知道安樣，古時候我就會想講冇乜嘅清注重一件事情呐，我就會想講吃人就好啊。因為我有人冇眼嘅問題，你講嗰種。唔好因為我學客話以前，因為你知道嘛，客語先生嘛，都大愛一啲事提講，唔知個講有陣時我講，還是講先比學會講，先比好講嘅一件事情過重要。其實我是感覺講啊，先比學會講啦，吼，啊會談會講，其實真重要。啊，不過慢慢地再嚟團結意啊，提修正來。因為早期我遇到先生都講啊，嗰種這個一開始音都講唔錯，哪係咪爭過來哈？講問題係人家講一句話，你提多一句，講一句話就多一句，講到後來都冇刺激咩？錯噶。嗰時我你從來都經常都講，唔願意講我都拍手。除非講後來要考試，好，譬如講你要考中國語文認證，你開始寫音標，個音標你這個念查試你就標不出那個東西嘛。嗰時幾時間我等下開始來，我能講來同教講用係正確嘅發音，因為其實我將來有啲朋友一路順好多年咯，慢慢的一隻字學客話，但是你說我有的我嚴重講我跳，一路發唔出來。但是冇辦法嘛，如果下個，譬如當你看到一隻字嘅時候，好跳，你唔可以 TIE 啊，你要 TEU 啊，因為冇辦法你養配啦哈。像這個做行業嘅先生嘛哈，你喺台南教書一件事情，有遇到最大問題係乜嘢？其實最大問題就學生嘅較少意識啦，吼啊，天天的，唔嘛要帶意識發通，吼去吸引聲音嘅過來。但是你這個教嘅幾條聲音應該差唔多國小吧？我有教幼兒園、國小同國中。嗰時幾條聲音咧，啲晚上會談先生講法。其實因為太普遍都係好多人啦。因為做乜我嚟上講啊，我嚟學行業咧，因為就講啊，上講啊，親身去上嚟試看看啦。天天的，因為就講，我教學因為嘛可以接受。係啊，嗰時就等於講，先生教得好，同時我今年基本上是一個會談先生講法嘅年齡啦。同時嘛用實話可以想得到，你個想唔到講，嗰時其實佢哋問題都講，其實譬如講人家喺推廣行業嘅時節，國小幼兒園、國小國中還可以哦，到高中大學其實都出現一個斷層啦。好，來當事人有乜個方法可以不用這個因為啦，不用去學客話，除非認同一件事情。因為幼兒園啊、國小、國中都可以用通嘅嘛，比通嘅，佢就會講。唔過高中叛逆期嘛，太後面係就係講就冇乜嘅想去講，係我知道獎金啦。獎金，嗰時在用，嗰時在冇公司採訪我係知道呀，獎金啊，我本來能較快樂一些，我想去講客話。其實嘛係一種誘因呐，哈，嘛用想的嚟講，凡事可能用實的嚟有想嘛。這太如果是記一些，好的真係獎金，但是問題獎金嘅時間就變成講我比賽嘛，還是講我用乜嘅標準去發下獎金咯？就是就係認真啊，比賽啊，冇就係推廣客話啊，冇就係要參加一些客家嘅活動，就本來呢
奖金，意思是要好，俺能为吃到清欢喜，就上爱行业客家业谱。至少我哋讲，其实去参加客家法，都冇得讲，做客家嘅一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可能我有一些奖金嘅事情，慢慢地都培养出，而这个开始，开始我去学客家啦，主动去接触客家嘅事物。佢加上像因为以前有啲人都讲，因为像譬如讲到國中啦，到大學啦，嗰種認同啊，偶像認同啦，無論文化認同，譬如講，其實更加人嘛，因為係接觸到 K-pop，那開始學韓國話，因為我以前我哋咪有學韓國話啦，我所以因為其實嗰度韓團啊、K-pop 啦，嗰種人可以接觸韓國話，按你嘅想法，即係認同冇？俺知道客家咩做的。做一個 H-pop 啦，客家 pop 安尼咩稱號啦，伴後生就像後生出來講嘛，伴後生出來講，我知道會較好啦。咁做一啲媽媽嘅，因為我俾我哋青少女開始學客話，啊就用機器啊，用機器，係啊用機器啊，因為更加細人嘅講真是要求唔得嘅啦，我萬細萬可以要求，啊更加以前有想法。啊，就不用機器，啊，我就想講啊，我以身作則，我哋還是可以一條線風，我同我先生還是睇同一條線風，就我哋以身作則，啊，就做比看，唔好講啊，哦，以按情況去做一件事情，啊，我哋都可以喺旁邊再納涼做風涼話，安尼，我哋就以身作則，做乜嘅我哋就支持佢。看今日節目觀眾朋友已經冇感覺到講，其實家庭如何我哋傳承客家話最重要嘅地方。今日我感謝兩位來到我現場分享安精彩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哦，等聽下你先生來，傾下運通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